对家己在高雄南行，昨天记者曾粉子爱带眼人来看高雄美浓的入太水的情形。今年8月咧，高雄地区累计供雨量有1600.5毫米，是亚为90年来的新高纪录。8月23日受到热带性大气压和加外围环流的影响，近落黑蒙岛雨。高雄市美浓地区24点钟的累计雨量是超过为500毫米。美浓海的河坝水一下尾就普加3公尺，是太多为1级警戒。此期入水最深是超过为1公尺。按多年来，美浓人讲到水棚河坝，就会被强名的情形又再个发生呢。美浓海水一下就浮起来嘅，喺世界中山路同太阳路开始入水。8月23日过后，美浓市区内陆水大沙涌。北部分嘅往内水对当水门嘅泵容易去路卡沃度，汉装一睇到卡人抢走的拿水桶同水呼出去。你去看你的车子啦！你的车子会淹到水了。你把太马路巷嘅水見來見程，美濃人下馬鬼係馬路嘅無生嘅。可以他家人同茶加個時照，好點點嘅多人睇伊，大量嘅美濃人呢要從成發。2點嘛，嗰個2點人哦。2點嘛。哦，有係嚴重嘅哦。有咪係咁我係喎，要水很應代啊，係好蠢嘛。美濃地區哈，這個1個小時的強降雨大概107毫米哈，那3個小時哈大概229，這是超過200年的頻率了哈，而造成我們美濃溪水位的高漲。好，那我們的內水哈的排水，一些排水溝沒辦法排到我們的美濃溪哈，而造成內水的積淹的問題。照水利署嘅統計，8月22到8月23日2日，美濃地區24點鐘內總共落嘅559毫米安多雨，也以實際落嘅鐵過多位，市區多項嘅水退入美濃海，嗰所就係不太水嘅，入水面積有17.2公頃安發，入水最深嘅有1公尺高架。經過美濃區公所核定嘅數載戶，入水50公分以上嘅有131戶，50公分以下嘅有418戶，災情看起來真嚴重。前一日8月24日，依據各天內美濃海水位已經降到一半，數載居民假設同陸下所搶來，同進到水嘅處間硬貨接到鐵石沙項，也已經係未擺入水過後嘅標準嘅工作流程。對嗰度美濃人來講，安尼在後忽然行通，做出唔關冇關係嘅。雖然嗰啲熱鬧，唔過為咗陸下環境衛生，馬上做得推前搶來。我哋山海人哋一前兩個送嘅，做個點樣嚟水吹啊嘛？你要佢是錢嘅咯？和平安撫，和平呢作為我哋哋放喺前。落拜托太河拜用啦，按地拜哈，將我哋嘅點項諗到一台拆左右啊你啊，係啊，太個哦本身落啊閃暖暖咯，唔得錢東西唔得錢咧買個好啊你啊，搬東西，係啊，應該開哦。目前在國際上的很多的氣候變遷，包括台灣都受到氣候變遷的一個衝擊，那降雨是越來越大，越來越頻繁。那麼在這樣環境之下，我們要有一個觀念，就是說洪水是無法避免的，我們必須跟它和平共存。8月25日，美濃入水過後嘅第3日，行政院長賴清德及個下西南部各個災區來參祭，市政府同各界嘅民意代表，嘛喺美濃 QQ 巷談見報，希望來解決美濃人講到入水，就像係不搶命安定入嘅事情。因為旗山溪的水外水已經比內水還高，所以因為這樣的一個排水是呈90度的垂直，所以這個可能是不是也要請我們七河局研擬一下，這個地方是不是讓它能夠這個角度上面稍微移動一下，那這個水流就可以很自然的，就匯入這個旗山溪裡面哈。我們過去的觀念是快速的進入到河道裡面，然後由河道裡面快速的把它排出去。那我們現在推動徑流分攤的概念是，讓有一些的水像滯洪池一樣，可以慢慢的在這個地方滯洪，
中政府也是可以做滞洪。那此外的话，我们想到其实高地的部分啊，若是借由高地的田埂啊去做阶梯式的节水的这个部分，也是可以减少说这些上游的这个水量慢慢进来这个我们的市区。咱的治水采用的综合性治水，就是这款的精神啊，综合性的治水，就是讲应该疏浚，应该滞洪池做滞洪池，应该做分洪道做分洪道，那应该呢逐堤岸，那就应该逐堤岸，因地制宜啦。清闲的河坝水天天的流过去，安那风景就像一幅画。也係闽南港特別嘅高路河，嘛係一河曲真似闽南海嘅水頭。內地8月23日，用一股山洪一下拋起來河坝水，韓國縣政府時代作為博，還同北國工廠外嘅亞蓮塘種廢嘢。個睇以後就先一條河壩先鋪起來，鋪起來咯，佢就將一個人嘅河坪啊種起嚟咯，水就從高機場，機場咯兩面咯睇水要對，係反地水庫嘅水要下來嘅。下來咯，要機場要做佢哋，兩個北平做佢哋，一個北平啊，唔係講，對吧？就成功工作，將嘅你做亞蓮塘做廠嘅，做廠嘅，佢要連下游嘅地方要順勢，嗰個水啊鋪咗年都開起。亞蓮塘泵太水種出一下公廁嘅缺口，農民用嚟當水鐵皮就安尼被擦爛一下塊。講到你嘅里長楊顯元講。禮拜六太熱，就該強日橋博泵太水綜合，為了採天然嘅生命財產，天氣河泉橋天窗，愛同輕搖慢慢嘅橋博推泵出來。多時咯，就水就凍起嚟，我哋不平啊，凍唔起，冇辦法，所以我講個不平啊，你計神槍移轉地背來，冇條路背，水就。嗰個衝突咩？我想啊，以前去做博作嘅啊，嚟都幾萬作咩，我人咩，每人有入水，唔知弄幾人200安存咩？幾人特別驚我樣嚇到樣。佢後背看那樣，愛盤蟲嘅來呢，社會時代都愛盤蟲嘅紅過來啊，會驚啊。我哋咩冇辦法講啊，一樣做啊，係咪？每拜出上水我哋就等補出，補多補少安尼啊，減少損失嘅咧啊。像洗衣機、熱水器呢度，我哋咩想要換嘅啊。唔過有人開全長13.25公里嘅闽南海政次工商計劃來看，以東河橋來做嘅一半，東河橋下節嘅人口集中，用夾薄做平條嘅方式來政次。東河橋上節為了維持河壩水路嘅天然狀況，用防範期來控制。喺上節嘅高路河，因為冇喺處理計劃範圍內，因為冇人作博，然後會等到水利署研究討論過後，咱來看按樣來做。那東河上游沒有治理計劃，那目前我們民眾所提出來的那些要做堤防的問題可能就是在治理計劃下是沒有辦法去施設。那目前我們只能做一些河道的疏浚，還有一些有局部的那個保護工那可是我們會遇到一些土地問題啦，因為沒有辦法去徵收就是想做疏浚或是一些保護工的時候，用地的取得比較困難這是我們目前比較自然難行的部分。我們今天要做更大的堤防，要做更多的抽水站，也需要去徵收更多的土地，而這些部分可能不見得是民眾能夠去忍受的。我們總是要取得一個平衡點。也就是要回歸到說，我們大家對於災害忍受的程度到底是什麼？用這個平衡點去取決，那政府要投入多少的，包括了工程的硬體經費，包括其他的軟體的經費來做。這個平衡點還是要討論出來，不然的話是不會有上限的。反斷太水到來，再等斷太水退合，對於喺睇個大拖不少熱水人家來講，做出強壓無間無殺，唔掉橋脈嘅來天數難可為。但是按目前，就算講每個人都係平等的，實在係農村地區嘅防災內通，嗰講都冇從態度是做按主導。面對這段氣候帶來災難，政府最少會來加強補救社區嘅防災能力，來同社區天數研究防災基礎設施，冇總係喺民眾角度填做事無人地得，或係生命財產安全如水田豐富。